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花莲市有民间团体发起着罢免布困期的连署活动。共这个时间，布困期就伫边仔的活动中心咧宣讲，真明显两边咧拼场。日前布困期则讲，国民党未去罢免民进党的立委，不过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来指控，讲布困期的助理赖以任发放着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联署意向书。赖以任回应讲，伊已经离职，伊是公民参与。罢免傅昆萁，教师来联署。不颁拿牙提案不收罢免权，学界代表上尊国民党团总调布昆萁，花莲冒市民来支持。唔惊加温，民众穿袖袜围围裙，伫咧领事室的风中排队签罢免同意书。昨一透早，花莲结案国小对面陆续有人潮。那同一时间，布昆萁人就伫咧对面的活动中心办门前说明讲座，配舞台顶荧幕的 PPT， 讲国民党的在违法版本，双边的阵营互相掐拼。没有在传播的主要的主流媒体之上，我们很难把正确的讯息传递给我们的乡亲。希望能够透过党员同志座谈的方式，而不是网络一面倒的这样的一个扭曲。罢免时阵台世界开会，那针对那赢11号，民众党的顶高举游行，国民党嘛未少人到场声援，嘛有那赢的人摆搭来收罢免意向书，点名立委吴派的吴思瑶，不过吴思瑶指控现场有布昆萁的助理赖以任，质疑布昆萁讲无要对民进党的立委提起罢免，说讲一套做一套。其实我已经离开傅昆萁总召办公室，我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，所以我当然也可以行使我想要罢免的权利。让黄国昌秀肌肉，集结白蓝红黑，来作为个人政治结盟的斗争工具。这才是真的。那列双方继续伫咧空中相战，罢免立委条嘛继续咧加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